5月美股進入高能時刻，科技巨頭財報聯儲議息巴菲特大會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投資人必看這些日子決定你的收益。財報季來了，4月30日起 Meta 微軟、蘋果、亞馬遜密集披露財報，英偉達壓軸登場。5月29日見分曉，聯儲局議息會議。5月8日凌晨利率決議加鮑威爾發會，減息預期，市場波動可能爆發。巴菲特股東大會。5月3日巴菲特掌舵60年，鑽石級盛會揭示未來局與投資傳承。AI 焦點密集。5月19日起，黃仁勳在台北分享 AI 突破，微軟飆谷歌。澳開發者大會連番上演 AI 概念股或在迎催化劑。4月核心經濟數據陸續來襲。5月3日非農就業報告。5月15日前後CPI、PPI、PC 數據，每一項都可能左右市場走勢。想吃準美股節奏，記住這幾個日期，跟着機構動作走，風險可控，機會倍增。想要了解更多專業投資策略與個股機會，請和我們聯繫。